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大家就伫好挑杆子兄弟那片，无唔错，就系啲按桃园的太海一只蔬菜，记得未吼？挑杆一定有名哦。韩国唔单要挑杆做得本，而且平常时做人搭，今日系一只东好食的一种美食吼。所以也挑杆做得有用的变化。今日节目当中就来邀请到啲太海吼，哇，动有名村的T C 套有100年的老店，我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几个分享，今日节目地度邀请到的来宾，先来分享苏媛姐分享。大家好，我是大房豆干第4代苏媛。好，传到 T C 套耶吼，好久了，100年的历史。是，对，韩国真影非常有名。不过上来，走马街全台湾这么多的地方，按到素菜就像太海呀，这素菜挑感会按出名。刚开始大家都说大溪的水质特别好，水质的关系吗？对，但是以我们业者来讲，是因为这一块黑豆干的关系。对，还因为挑干它本身太好吃嘞。因为在大溪还没研发这块豆干出来之前呢，豆干是黄色跟白色的。哦，就是一般的去市场买豆腐的时节，顺通会看到顺沙的没有拍色的，韩国一细细的有一点点黄色，那个是用栀子花的那个颜色的色素调出来的那样子的豆干。对。那接下来也就会挑干，去做无色嘞，是比较这个深色的颜色。这个深色的部分是那个焦糖哦，对，黑焦糖的颜色。故说就黑也就青春名哎，就是这个黑色的豆干，对不对？最有名的，因为它是完全天然，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的东西。对，不过我吃的东西我会提个黑，到底这个豆干细细一袋挑干，它用的就是一炮而红，到全台湾大家都知道大溪有这么有名的豆干。其实这个豆干已经有，我们从1923年开始，到现在的时间，真的很久的时间了。那早期呢，因为我们家去学回来的豆干是白色的，那我的曾祖父他就是经过2次的大研发之后，发现以前我们奶奶在做那个年糕的时候，不是会用到一点点的焦糖哦，那他发现那个颜色其实色泽亮亮的。黄金的还蛮漂亮的，所以他就把那个豆干拿到黑焦糖里头去泡，然后泡完之后拿起来，他发现这颜色还不错，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黑豆干。哇！那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叫做咀嚼氧化。咀嚼氧化。对，因为豆干其实白色跟我们豆腐一样，放到中午它可能就会酸掉了，会长菌。那裹了就是我们浸泡过这个焦糖水之后，对，它就不会那个。它那个菌就不容易长出来，所以它就可以放到晚上。所以做成这样子黑色的无色的挑干是你们家首创的。对，就是我曾祖父去研发出来的。阿太去家来发明，去家来创意哦。郭首长有凭着按出名的呀挑干。不过在东乡外顶后，唐贡阿太啊，就是以前其实曾经做过非常多的行业，但是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说，要来学做豆干呢？因为听说他曾经就是有做过，说做拌内啊，还是说其实也有做这个苦茶油啊这个部分，为什么会之后会去学做豆干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其实做过很多像碾米厂啊、榨油啊，然后杂货啊、种田都有，所以什么都有。对，那人口越来越多，那就有人建议我曾祖父说：“你们人这么多，那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别的东西？”刚开始我曾祖母会蒸那个碗粿啊，水拌呢，对，给小朋友带去卖，带出去卖。那个水板里面要放豆干、菜脯，对，那就有人跟他讲说，你们家人那么多，其实可以去学，分一个去学做豆干，干脆就去直接学做豆干，就不用跟人家拿那个豆干，所以就派了我奶奶，那时候是童养媳，就在nhà婆，就以后做，在她大概13岁、14岁的时候，就派她去学，
那学回来的豆干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白色的部分，白色的最对一开始的。对，那就是因为学了这个之后就，学会了就开了一个豆干店，在1923年的时候，那卖的还是白的。那1924年就正式研发出这个黑豆干，所以我们家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那个碗粿当起源。原来是从水板的开始呀，做挑干的呀，咋是呀？不过就会讲到呀，招牌咯，青招牌最招牌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黑色的那一块豆干，对，切下来就会像按呢。有没有？它里面很漂亮，完全没有孔隙。我们家的豆干跟一般你在外面看的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你会发现它的切面是平的，对，就是没有一个洞一个洞的。没有。因为如果以我们这种黑豆干做出一个洞一个洞，那个叫失败的啊？为什么？因为那表示它的组织已经被破坏。哦，要是这样子，如果是像这个豆干的话，就应该是要一整个平面，对，我们切开就是平滑，没有洞洞的。对。哦，但是它这个皮呀，我觉得它，你说这个是用怎么样的方式？用煮过吗？用我有按呢这么漂亮的颜色。它必须要经过3次的黑焦糖的去卤过，然后再3次的卤汁。骨头给它硬住，这样之后再煮都像按呢水，它就像外表有一层皮一样。对。但是它的就是不会像人家说硬到你咬不动的那种感觉，不会，它就是软 Q 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好适合拿来当那个宵夜哦，对不对？对，肚子有一些现在咬，又专门的是太皮的东西，肚子饿不能吃太胖的。所以我常在讲说，其实豆干是汉人的主食之一。豆干是汉人的主食之一。对。你去想说，我们餐桌上其实1个礼拜下来，你去累积，其实会吃到豆制品很多，对，几率很高。对，哇，而且它有一点点咸香的味道，酱油的香味都会渗入到里面，豆香味，对，豆香味非常的浓。古时候看年来呀，就会存的棒年，按有名的这个五香黑豆干就会压的吼。可能牙舌一下口水还很想滴下来，因为太好吃了。唔但像按呢，其实挑类制品有都会变化，有非常多的变化。像我们桌上的有那个一个小丁的，那个是真空丁状的豆干，因为毕竟黑豆干它虽然可以放1天，但是如果说游客或是说国外的客人回来，其实它是不能带的。所以黑的那个只能放1天，它没有办法做其他真空包装。我们后期有做像这个是真空的，也有做真空的，对。但是还有那个，这个就是经过高温140度去杀菌过，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说组织破坏掉就会一个洞一个洞，所以它咬开来会一个洞一个洞。对，这个会有一个洞一个洞，但是它的它是没有防腐剂，可以放半年。这个好香哦，麻辣的口味，它味道比较重。哇，好麻哦，好香哦，而且它是整个卤得很入味耶。所以这种豆干丁有做几种口味？我们有做3种，一个是沙茶，一个是原味，那一个现在你吃的辣味的。好吃。不过其实从亚挑干呢，它其实是从一开始的黄豆开始，做成豆浆，再做成豆腐，然后再经过很多复杂的手续。真的呀，这个五香的黑豆干呢，它整个制作的过程是什么？可以再把完整的制成同你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原则上就是黄豆浸泡，然后浸泡完之后我们要磨浆，然后把渣去掉嘛。我们要的是豆浆这个部分。豆浆，对，豆浆的部分。那要把豆浆变成豆花，所以叫点浆。就我们加盐卤进去，然后就会变豆花。然后我们再将豆，所以也是用盐卤的方式来做成豆花。因为有些挑白一般是豆给挑夫是用石膏，我们是用盐卤。对。然后盐卤放进去，它会变成豆花，然后再将豆花灌到我们豆腐的雏形。那坊间其实就做到这里，就把水分压干。然后就一块一块切起来，就卖给大家。那我们的豆干跟人家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经过第1次的滤水变豆腐之后，我们要用棉布用手工包扎。所以刚刚你吃的时候说特别 Q， 对，是因为这一个很扎实，这一个手工包扎的部分。然后包完之后，第2次滤掉水分，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说豆干原来是白色的。对，就像你胸片红坑豆白色的豆干。对，然后白色之后我们要上焦糖，上了3次，就是卤3次焦糖之后，就会看到是坊间卖的那个黑豆干
那你刚刚吃的是焦糖上了3次，还要上还要再卤3次的卤汁。哇，刚刚说焦糖multi-peso 这个焦糖的味道它是颜色会上去，但是味道是不是已经跟后面的卤汁融入在一起？黑焦糖其实它是苦的。啊？原来是这样，黑焦糖是苦的。对，它是我们把蔗糖炒成焦化之后，然后产生的那个粘稠状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在吃豆干都吃热的，对，加酱的。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把焦糖的比例抓对，所以豆干整个是苦的。所以为了要麻痹你的味觉，原来是这样。原来个豆干呐，做到不会有那个黑糖的焦的苦味，是因为有调配过这个几只个酱，才会有暗号的意思哦。故说其实也细细一滴豆干，底都有动态的好闻。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地度好邀请到外地桃园太海来的豆干，传的百年的老店豆干名店来到喺你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好食的豆干哦。刚才一开始有讲到，新传统的迄几就会招牌这个五香的黑豆干，迄几就会招牌哦，传了100年的招牌口味。不过唔单像安尼啊，其实豆类制品有动多的变化，接下来就要像淑媛姐继续同大家来收给动不一样的这个豆类制品的点心，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蛋豆角，但是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是咸酥鸡，它外表看起来超像咸酥鸡。就我们当初研发的时候是把它设定到那个肉块的那个感觉，对，它就是很像肉块，冲又用这个也是豆类制品吗？对，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黑豆干是用研磨的。那这个蛋豆角它是用萃取的，我们是整颗黄豆把它的纤维质萃取出来之后，再去加工做成你现在手上这个。然后你现在吃的是芋头口味。对，为什么会做芋头的？因为台湾这么多的农特产品，因为我们家娶了一个大甲的媳妇啊，所以就直接把这个大甲的芋头也加入到这个。因为我们喜欢去尝试跟不一样的东西去结合。那就是娶了大甲媳妇之后，就想说，那不然把芋头跟豆干结合看看会怎么样？好特别哦！因为身体了一群懂饮食宅在吃素的人，他们会吃非常多的豆类的素肉燥的那种感觉，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口感。对，但是它的就是整个就像肉块一样的那个口感，吃起来很有满足的感觉，有没有？这好适合拿来当零嘴哦。我们都说它可以当代餐嘛。代餐，因为它是豆类，对，所以它的热量其实相对的不会那么高，然后又有不一样的口味，然后营养价值又高。其实有3种口味，有3种口味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这个芋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芝麻，因为要补充我们的钙质。芝麻是上面是看得到，完完全全都是芝麻的颗粒。我们是用整颗的白芝麻去跟它和在一起。所以像这种豆类的纤维啊，其实。懂饮食仔，它是没有办法靠肉类来补充蛋白质，是可以靠豆类来补充的。对，可以用豆类来补充。对，所以可以完整的补充我们这个大家所需要的蛋白质就对了。对。那除了这个蛋豆角之外，其实还有那个一类，也是很多人做豆类制品都会做的这个豆腐乳。那到底豆腐乳大家其实都做啊，跟雅布卡做豆腐一个特色又在哪里？我们的豆腐乳其实它是长荣航空专用的。长荣航空专用是他们专用伴手礼吗？不是，他们的料理里面只要有加豆腐乳都是我们家的。哇！那我们家的豆腐乳跟市售的豆腐乳有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以前的豆腐乳是咸的，对，非常咸，就是为了要蹦翻嘛，要配饭。对，那因为后来大家都健康诉求。那我父亲就去研发了这个甜的豆腐乳，真的是甜的耶！它是你吃的时候它会回甘，好好吃哦。对，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是买这个东西，以前说一定要配饭，对。那我们现在还有人是配啤酒，配啤酒直接这样子夹一小块就可以来配啤酒，好好吃哦！而且我觉得这种
甜味甜咪按那豆腐仪拿来做酱料的调制，因为亚哈董东你会用豆腐仪来做料理。像这个我觉得，因为它的甜味，所以就可以带出它那种甘甘甜甜料理的鲜味，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其实近2年我们都在玩创意料理的部分。你刚刚讲的那个豆腐乳，我们其实今年有把它加在菜里头，加到菜里面。比如说哪一种菜？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个豆干春卷。豆干春卷。对。豆干春卷，因为像其实拿素烘刚刚讲的创意料理，那个福袋，对，刚刚讲的创意料理，其实这个淑媛姐你们也有在做这个小卡的系列，里面就是在教大家用豆类制品来做创意料理嘛，对不对？这是你刚刚说的春卷吗？对，这个春卷呢，你看它这样子，其实它里面包含了4个豆制品，4个豆制品。第一个就是它的皮，它的皮叫大豆子。大豆子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豆皮的一种，但是它是用豆腐跟豆浆去急速加压出来的。那一张就像纸一样的东西，就像纸一样。对。那里头我们有加我们的招牌黑豆干，然后豆腐乳美乃滋。对，有来看小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做法，就是要大豆子，还有木素芽、豆腐仪、老美乃滋，这就是一个酱料的搭配，对不对？豆腐乳加美乃滋，然后素肉松其实也是豆类的制品，跟那个蛋豆角是同样的东西。韩国有这个大房手工的乌豆干，然后给切丝，然后就把它包到这个我们的大豆子里面。是，对。那讲到这个创意料理，除了有这些非常非常多的小卡，之前听说不是用这种小卡的形式，对不对？我们本来都是用一大张的，那发现呢，很多游客其实很喜欢，对，那他就第一个成本高，第二个是一大张拿回去，他就不会再来了，很难留，有没有？我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我们都说他就不会再来，因为他就是一张里面大概有20种做法。然后我们就今年开始用收集的方式。基本一拿到亚种，他一买了又拿到亚种。你下个月再来，你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哇，所以你们是绞尽脑汁发明这些豆类的创意料理，就因为我们大溪有一个至善高中有餐饮科，对，然后餐饮科的老师就是我的后盾。没错，我看到有这个像这个芝士香葱福袋，它是用 cheese 跟豆皮来做结合。对，因为一般的人其实在以前做料理不会把豆干跟 cheese 放一起，感觉就是不太搭。但是他们2个超媒合的。真的假的？我们之前做的豆干三明治，就超多人爱，因为它那个 cheese 跟豆干融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今天也有豆干三明治，但是清爽版的豆干三明治，淑媛姐有带来同阿 Q 们来分享吼。这个豆干三明治里面加了哪一些东西？我们今天做的是素的，而且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黑豆干不能放嘛，对，那这种真空的豆干是你随时都可以摆家里。那客人来的时候，只要你有青菜跟番茄就可以。而且这样做起来好漂亮哦。对，我们都说它其实是宴客的好东西。它做起来就是你看有咖啡色的，有橙色的，还有tomato， 这个颜色搭起来非常和谐，但是味道这没有加任何酱料，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豆干本身有味道。这已经缩小版了。这豆干一点都不硬它就是 QQ 的。它也是 Q 的，你奶球吧，所以那种挑感就会觉得有一点硬，然后这个是辣味的，对，所以我们中间夹的东西我们就比较清爽一点，对，它味道也比较重，所以我们把cheese拿掉。对，然后它再加上清爽的这个 tomato， 那个 tomato 的汁，平常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在这里就很像有一种很 juicy 的感觉。很多汁，而且它那个层次感是完全不同，还有脆脆的，舌头给抢脆就会有一些的脆脆的感觉。哇，所以这就是豆干的创意料理，豆干三明治。对，还有那个一类，根本也没有带来。我们做了西式的之后，就有人说，你们在做都做西式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豆干挂包。豆干挂包，对。这看起来就像你底杯有嘎空牛的那个挂包，对不对？对。但是一般来讲就会加咸菜，对，然后肉，对，然后花生粉，对。那你看我们的会比较不一样。
而且你们连外面都不一样，这个不是挂包哎，乡亲朋友，这个是豆干。对，所以是叫豆干挂包。豆干挂包，然后里面还加了这个点心面，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家这个点心面是因为去年日本的点心饼的公司来到我们公司做交流，然后那时候我弟弟就丢了一个议题说，想个办法结合一下贵宾来了，用他们家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把挂包里头加了这个点心饼，因为跟花生粉有一点同样的作用，就是酥酥香香的、酥酥脆脆香香的部分。所以其实搭起来还蛮妙的。海伦色宽呐，里面还有这个小黄瓜，然后有这个五花肉、三层肉。因为我们那个是烫熟的，所以我们加了一点那个蒜味、蒜酱、蒜泥白肉的概念。对。好好吃哦，就是比一般的挂包清爽一点。对。而且我们研发的创意料理有一个特色，就是豆香味永远不会被盖掉，因为我们是豆干业者。而且我觉得用这个清烫的五花肉是正确的选择，非常好吃，而且吃起来是淡淡的味道，很清爽。那他们那个日本的点心面公司来到台湾，吃到这个口味。其实他们还蛮惊讶的，他们有看到说，这是什么？你看他们刚开始就说这个为什么会包？我们就跟他讲说，尝看看这台湾的特色料理，只有台湾会有挂包。对。然后吃完之后呢，他们就还蛮讶异，他们有意思要找我们去合作。所以其实你看吼，真景黑一代豆腐馆唔单枪做的大枪声。很多在拿来做料理，按照变化的料理分大家，分台湾的大家、韩国分国际的大家，都做在看到亚太海挑干，上来有极强极厉害、极好食的，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裡都同大家來紹介嘅係桃園太海村嘅百年嘅豆乾哦，唔單搶呀豆乾做的大槍色，還做的拿來做冷蛋，甚至送一道阿群妹還識到嘅這個豆乾嘅創意料理，從來冇試過用豆乾來做掛包吼，當貼片，唔單搶安尼啊，呀豆乾會行銷到全世界，聽說有動獎嘅厲害，將做的拿來送本大家，然後心意送本朋友眼紅的朋友，故說接下來嘅節目當中，又會來唱淑媛姐跟大家分享，其實你們家的豆乾的禮盒全部就得獎，而且每個都有得過獎的，對不對？因為早期其實大溪的禮盒都是紅色的豆乾的禮盒，那我們曾經被打擊過，就是我們有送到機場免稅店，然後人家就說，東西很好很好，然後慫夠有爛。因為粉色就會傳統那個大紅的感覺，所以被人家覺得就是可能太本土了。對，就是出去就是反正你到大溪就是整個招牌是黃色的，然後禮盒是紅色的。那後來我們加入客委會的團隊之後呢，就當他們的廠商之後，客委會一直在幫我們做創新的部分。哇！就像我們看到的蛋豆角，蛋豆角就是我們這個油泡色，沒有筍紅是紅色的。對，這個就是桐花的代表啊，壓面對不對？就是對比較，因為一般畫會畫整朵，那這個設計師他畫的其實比較藝術一點。對，又唔像係一般的這個桐花，它有一點走意象式的概念了。那推出之後，其實我們的蛋豆角那一年是翻倍賣。哇！而且其實上面還有，這是阿胎的，這是我爺爺啊，爺爺，你爺爺的照片，對。然後其實旁邊還有這個介紹一下你們這個大溪豆乾百年工藝的一些內容。是。哇，懂 TPA， 這個是蛋豆角的專屬包裝。對。然後沙哈雷呢，其他的後面的這個禮盒，它其實它的來歷比較大一點，來頭比較大。他得過3屆的桃園市的伴手禮，所以叫桃園市的伴手禮有多少啊？桃園市到目前今年第10年。那今年我沒有參加，是因為我前面9屆拿了9個獎牌，所有的廠商看到我就會催我，就會瞪我，就覺得你又來了，不要再來了。對，那你看10屆裡面，它有3屆就是每年都得到，它不能間斷，就是要連續3年。
然后市政府就颁了一个金赞奖给我们。对，叫你不要再比了，拿到金赞奖不要再来比了。我们刚开始也认为说拿到金赞奖就不用去，但是后面他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比就对了。所以下面那个文创的，对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哦。泰嘎 Cookie 了，它好像其实是很简单的。方形的盒子有什么好特别？但其实它是有它的故事在里面，而且完完整整被我看你啊得会 T C。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中间10几年来研发很多的礼盒的包装方式。那后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初衷又是什么？就想到说，当初其实我们是为那一块黑豆干而奋斗，所以我们就去研发了这个。其实它整个袖套如果打开是一块豆干的造型。对，原来大口来本泰嘎看一下好了。其实连这个袖套都是有故事的。那个袖套是因为我们大溪的农历6月24就是关公祭，关公诞生的日子。那在大溪有一场很大的盛事。那为什么大溪这一场盛事在我们认为是大溪人的第2个过年？但是外面的人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请了当地的年轻画家帮我们用毛笔画了这个关公的肖像，对不对？然后我们希望说，只要看到这个就会想到，有一个关公祭，农历6月14可以来大溪玩。对，然后里面就是这个很可爱的，它就是一个豆干呢，泰嘎都会看到方形的豆干的概念。对，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包装，就想到。豆干大师就是我们，然后里面就是豆干，对，这个是丁状的豆干丁。那有3个颜色，有白色的、跟黄色的、跟黑色的。因为我们做出来的豆干是白的，对，然后泡过盐水是黄的啊。对，我们那时候的盐水的，对，我们那时候的概念就是这样。然后黑色就是我们的招牌，对，就是我们的招牌。对，所以做了这3种，应该说3个颜色的这种豆干形状的包装，大家的回响是什么？因为会觉得说，你们好另类。对，黑色的，对。可是我们家对这个黑色已经有一点习惯的，是因为在客委会之前有帮我们做了一个黑金的包装。哦，就是前面那一个礼盒。这个礼盒是只要我拿出去比赛都会得奖。哇，他得过全国的第2名。哦。不过你刚刚说为什么那个黑金的礼盒长辈会有意见呢？因为早期都是红的嘛，那很突兀就临时来一个黑的金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我们家在开会，长辈就说不好黑金。兄公如果是过年送一张无色的礼盒，对，他就说谁会要黑色的礼盒？然后我们就说有啊，金色，他就说不一样，就是不好。对，那经过其实将近快1年。抗争，我们就说啊，如果没有不销的，没有卖的那么好，顶多是盒子了了嘛。对。然后他才点头答应，因为副主委去我们家，因为给好味飞，对他觉得好美，但是长辈觉得不好，黑色不好。但是所以最后这个真正的黑豆干出来，就家人反而就没有意见了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我爸爸还蛮高兴的，因为他觉得说我们真正在把那个黑豆干发扬。对，其实豆干、豆类制品，真也可以安利法年啊。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其实都很常吃豆类制品，但是可能有想是安利吃豆给太普通了，有时候太小看它，觉得它太普通。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根本就真跟同泰嘎来分享，非常多它的文化，甚至它的故事在里面。是，其实泰嘎兄爱了解到要的豆干的故事，都得去泰海，甚至呢，头白夫去了也没有的节目当中同泰嘎来分享，泰海有这个街角馆。街角馆其中一个馆就是大溪豆干的馆，就是大房豆干。大房豆干的馆，它的全名叫做什么？大房豆干创意料理文化馆。大房豆干创意料理文化馆到现在街角馆有几个？在大溪的街角馆，20个，其中一家个人就黑亚太坊豆干呢，这个你们的创意料理的文化馆是对。那其实，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到年代都新的一年，其实也有规划一些新的活动。在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21号是我们大溪设定的街角馆月。街角馆月，对。那在这一场活动当中呢，我特别排了一场，就是以我小时候在大溪生活的模式，
去做的一个深度之旅。哦，以你小时候的生活模式，酷说都得小小的透露给观众朋友知道说，以你小时候的生活模式，你可能会带大家去哪一些地方走走看看。我们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关公祭这个部分。对，小时候呢，我爷爷是普济堂的主委，然后那时候他就会抱着我去那边，所以我都跟人家说我是吃着普济堂糖果长大的小孩。一般庙里面的糖果其实不能随便拿，但是因为爷爷是主委，我就吃着那个，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让大家到现场也可以跟我一样吃到普济堂供桌上面的糖果，对，然后再到我们的老家去看看当初我们的起源地，现在是一个豆花店。哇，所以就是整个大房豆干的深度文化之旅的感觉。然后走到最后，你就会自己去做一个创意料理，然后自己去享用，还可以做创意料理。那如果相关的像这些报名的资讯，或者是其他，因为既然是街角管乐，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稍微再透露一点点其他馆的活动给大家吗？其实像我们的街角馆里面有，像下街40番，它有很多 DIY， 像它的木风车。然后像我们的协盛，然后我们有樱桃音乐，你可以到那边听到不一样的音乐。那每个人就会把自己的18般武艺都全部拿出来。对，所以整个街角管乐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对，那想要知道这些讯息，可以到大溪木艺生态文化，就是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的网站。去搜寻，或是 FB 上面，他们都会定时的把它播出来。所以其实里面的内容也是要报名的嘛，要参加都是要报名的。对，要先报名的，因为我们有人数的限制。全部就会在庙路红报名。对，但是其实大溪这个地方啊，听起来好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如果真的要去规划要一日游的话，玩不完？玩不完。对。那真的如果要去大溪玩的话，大概你觉得要规划多少的时间？以我自己在那边这么久，我觉得3天。3天。对。那比如说有哪一些点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像我们现在的生态博物馆里面，就光公有馆啊，就有5个公有馆。对，5个你就可以走1天。5个就可以走1天。对。然后总共还有20个街角馆。对，还有20个街角馆。其实我3天已经是客气了。对。然后另外我们有月梅社区。月梅社区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东西去体验。所以也是有农事体验之类的。对，然后我们的街角馆，每个人，你看你学我一个 DIY， 别人再一个 DIY 就可以玩几天了。对，所以我们都觉得其实大溪真的是好地方，大家可以多来走一走，然后看看我们的文化。常民在玩这些文化有什么不同？对，其实太可能有想到讲，邀你去懂懂人家人的素菜啊，或者是热门的景点啊。其实啊，像大溪，你跳过的故乡，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分享大家有限的时间来到亚太海来聊，来体验你台湾的传统的跳过的文化，做得了解懂到跳过的故事，韩国做得说到都市包比比咯。今日谢谢淑媛姐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谢谢你。谢谢。每十问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动先生，向下来做运动了。